呢條可能係你睇過最生動講述美國內鬥嘅視頻。特朗普再次上台僅半年，從削預算啦、關稅戰啦，到禁留學生啦、趕移民啦，鑊鑊新鮮，鑊鑊甘。不但喺國際上出盡洋相，國內亦都民怨四起。California is the world's fourth largest economy and relies on this. 你係咪以為佢今日亂嚟啊？錯啦！你係咪又以為佢憑一己之力搞到七國咁亂？又錯啦，兄弟！真相就係背後有劇本，佢只不過係照住嚟演嘅啫。而成套劇啊，就係右派金主大反攻，誓要將左派幾十年嘅盤根錯節連根拔起啊！戚家13口一個不留。食加唔加產啊？食加唔加產啊？我哋今日從4個方面逐層揭開美國呢一場攻心計大劇。你而家睇緊嘅係一個以講故仔形式帶你輕鬆了解天下事嘅頻道。網上流傳一份叫2025計劃嘅手冊，足足900頁啊！當中手把手事無巨細咁指導新一任政府要做啲咩㗎，包括削弱墮胎權利啊。外川普也發布了一道新的赦免令，釋放23名反墮胎人士，大規模驅逐出境啊，濫用未授權嘅監視啊，大幅限制投票權啊，審查課堂上嘅批判性討論啊，撤回跨性別權利啊等等啦。喂，聽落似唔似反人權手冊啊？嗱，雖然特朗普否認同呢份計劃有關，梗係啦。如果你認嘅話，咪即係承認後邊有深層政府。咁但現實就係佢一上台就着條咁執行，全面停止安排外國留學生簽證面試。It will henceforth be the official policy of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that there are only two genders, male and female. 睇到呢度，你係咪好奇怪？貴為宇宙第一大國總統，個性不羈嘅特朗普，要人脈有人脈，要資源有資源，點解會甘願做扯線木偶呢？點睇都唔似佢嘅style啊！嗱，咁就要講下美國政治呢個遊戲係點玩嘅。你以為美國係民主國家？錯啦，佢其實係一盤生意嚟啊！今次呢份2025計劃咧，根本就唔係白宮寫嘅，而係一間被稱為政治界嘅高盛傳統基金會佢操刀嘅。咁呢個保守派智庫咧，目的就得一個嘅啫，就係幫金主落飛啦、佈局啦、收割啦。咁呢啲智庫即係基金會啦，佢係點做生意嘅咧嚇？咁佢哋有計劃書嘅，咁啊將政府要行啲咩政策啊，國家要行咩意識形態啊，用咩人選啊、預算啊，全部都 set 好晒，然後同金主講：嗱，呢份 proposal 我哋可以賺多1個開，仲可以慳翻50%嘅稅收，你放心泵水過嚟啦。我哋今次揀嘅呢個阿叔咧，佢癲起上嚟，連佢自己都驚啊！絕對可以幫我哋打爛舊秩序，重建新江湖。導演點講你就點做，唔好唔記得邊個捧你上位㗎。嗱，講白啲咧就係金主就係美國政治呢套電影嘅投資人啦。咁話明係金主就梗係齋分錢唔做嘢㗎啦，所以佢哋咪要揾製片公司咯，佢即係智庫啦。智庫咧就負責揾主角、揾茄喱啡、寫劇本、揾埋導演，總之咧孭到一腳踢。而主角就梗係揾當紅炸子雞嚟做啦，因為有票房號召力啊嘛，即係群眾基礎咁解啦。成套劇根本就唔係民主，而係一盤生意。主角就演到七情上面。Kissing my ass. I'll do anything. I'll do anything, sir. 你哋啲觀眾咧睇到拍爛手掌，呢套劇賣座啦，金主就賺晒大錢啦，製片公司仲有花紅攞添。咁而智庫呢啲製片公司咧，其實同高盛係一樣嘅，都係中介佬嚟嘅啫。一個就係金融操盤手，而另一個就係權力操盤手。佢哋雖然唔係主角，但卻決定呢個世界嘅金融同權力格局。咁講到呢度啦，你哋認為坊間所謂嘅深層政府，究竟係背後出錢唔做嘢嗰啲金主啊，定係全部一腳踢嘅智庫呢？嗱，歡迎喺評論區發表你哋嘅高見。喂，你頭先講呢個癲佬，佢可以打破舊秩序，咩意思啊？嚟到今次攻心計嘅戲肉啦。嗱，首先咧，好多國家都分左右兩派嘅。拜登所在嘅民主黨就代表左派啦，而特朗普所在嘅共和黨就代表右派啦。無論左派定右派啦，佢哋都有各自嘅理念同埋思想嘅。喂，咁好正常啫。邊啲理念更啱使、更符合美國國情嘅，咁咪用邊啲咯？使乜打生打死啊？你講得啱啊！如果美國佢真係一個國家嘅話，咁係啱嘅。
但問題係美國政治咧根本就唔係比拼治國理念嘅，而係一盤生意。每一條理念咧後面都唔係價值，而係利益鏈。每一張政策唔係為人民而設，而係為金主量身訂造嘅。換句話講，左右派嘅理念同埋信仰，其實就係金主嘅生意模型。喂，信仰理念啊點做生意啊？你講翻人話得唔得啊？我講兩個古仔你聽下。嗱，拜登嗰個陣營就好中意搞環保政策噶嘛，太陽能、氫能源啦、碳稅啦嚇。咁背後啲金主係邊啲啊？摩根大通啊、BlackRock 啊、高盛啊，個個都投資晒新能源，仲玩埋碳交易市場。咁啊，政府咧仲會俾補貼添，佢哋仲唔係笑到4萬咁嘅口啊？咁佢哋仲要利用政策傾斜，牙好晒個坑，唔侵你右派玩啊！咁右派特朗普嗰邊咧？嗱，背後係美孚啊、雪佛龍啊呢兩間係全球10大石油公司，另外仲有科勒工業、私營石油巨頭。你拜登而家搞新能源喎，咁我哋啲石油仲點賣啊？唔通我自己乾杯飲晒佢啊？嗱，大家注意啦嚇，美國啲巨頭咧全球化噶嘛，咁即係咧全世界斬斷緊佢哋米路喎。喂，有句話叫做斷人衣食猶如啊！咁我哋再講多個故仔。嗱，拜登佢哋推 LGBT 啊、文化多元啊、覺醒價值啊咁啊嘛，係嘛？咁嗰啲金主咧 ，Facebook、Google、Coca-Cola、Disney、Starbucks 咧，就個個品牌咧都搞噱頭，推晒跨性別嘅產品啊。咁唔單止咧，係因為有咁嘅群體就開拓呢方面嘅市場喎。核心就係咧。而家嗰啲新生代、Z世代咧，佢哋中意自由啊、包容啊，所以壟斷市場就要由後生仔開始，啲金主就要提前塑造商業界嘅意識形態。咁但特朗普咧嗰排唔啱玩呢啲嘅，點解咧？因為佢哋啲選民基礎係保守派啦、基督徒啦、鄉村家庭啦，仲係年紀偏大嘅人，咁重視一男一女嘅傳統模式嘅。咁而家拜登你推 LGBT 喎。咁等於洗緊對面嗰班選民嘅腦啫喎，毀晒佢哋基本盤，動搖佢哋嘅根基啫喎。咁過多幾十年，右派咪冇晒定期。所以咧嚇，無論覺醒定係傳統咧，你以為佢哋係為價值而戰啊？錯啦，其實係為生意而戰 ，Fight for business。咁你又可能會問啊嚇，喂，兩派唔係輪流執政嘅咩？咁到右派上台，改晒佢左派啲政策咪得咯？咁你就有所不知啦。其實咧，美國總統係臨工嚟嘅啫嚇，最多做8年。但係官僚系統嗰班咧係鐵飯碗加老油條嚟嘅，而且呢班老油條咧絕大部分都係左派勢力，國務院、司法部、CIA、FBI、環保署、教育部啦等等啦。佢哋咧靠專業考核同埋內部升遷上位嘅，咁佢哋諗住做到退休嘅，你炒佢唔走又踢佢唔喐嘅，咁所以你總統想上行下令啊？醒下啦，總統，我識佢係老鼠啊！邊個泵水俾我，邊個咪係老闆咯。所以有人話美國司法中立、行政中立，我屁！其實咧係邊個可以碼住嗰班老油條，邊個就可以掌管法律。喂，你睇特朗普上台之後，想廢奧巴馬醫保，衛生部直接死拖唔理佢。喂，你想收緊移民政策啊？左派法官啪一條 injunction 禁令就封殺咗政策啦。喂，咁搞法，你左派咪好容易壟斷朝政？冇錯啊，所以右派西貢啊，今次就要大反攻。呢一份2025計劃嘅終極目的，就係要將成個舊體制連根拔起，搞佢學校，搞佢加州，叫 Elon Musk 炒晒呢班老油條，cut 埋你國際開發處，你國際開發處咁夠膽查我特朗普 USAID run by radical lunatics and we're getting them out 嚟一個全身大換血。咁你哋而家明白未啊？點解佢哋揀中特朗普？因為對手係把控朝政嘅東宮。今鋪唔係你死就我返唔到屋企，我哋西宮必須要揾個狂人返嚟做佢大茶飯。所以你哋以為特朗普亂執政啊？你哋以為佢搞到美國咁亂？呢啲都係表面，深層嘅原因就係背後嗰班金主同埋深層政府喺度荷槍實彈咁打緊仗啊！呢個就係美國內鬥嘅真相啦。咁至於呢一場東西宮大決鬥，無論結果點，成本最終都會轉嫁俾全世界，落到我哋每一個人嘅身上。
因為右派金主唔單止有石油，仲有波音同埋 Lockheed Martin 呢啲軍工巨頭，佢哋係為戰爭而生，佢哋係以人類血液為食物嘅。咁如果你話我哋可以做啲乜嘢啊？我只能夠同你講，我哋之所以冇俾呢隻蚊吸到血，係因為有人默默咁幫我哋落咗蚊帳，大家知足啦。